由車路士到香港足球會 ，KS Aqua 領先一步。經過超過6個月嘅會議同準備 ，KS Aqua Group 成功同香港足球會管理層完成啟動會議。項目包括安裝2組冷熱按摩浴缸，位於泳池2樓，提供全案交付施工服務。由於足球會嘅悠久歷史同場地條件 ，KS Aqua Group 提供專業泵浦同過濾系統方案，全力支援項目管理，確保交付順利。合作夥伴 HydroWorks 來自美國，係全球第一水療設備製造商，為車路士、NBA、NASA 同橄欖球會提供服務。佢哋嘅產品幫助提升康復健康同運動表現。歷史悠久嘅香港足球會成立於1886年，係香港最悠久嘅會員制會所之一。KS Aqua Group 非常榮幸參與呢個項目，為你嘅空間帶嚟最極致嘅設計同細節。即刻瀏覽 www.ksaqua.com 為你嘅空間增值。香港第一嘅桑拿房供應商 KS Aqua 係你開展水療業務嘅全方位合作夥伴。